家好，歡迎收睇的士新聞資訊，我係希利。文苑之行最近更新聆訊之後資料集，意味住成功通過港交所聆訊，有望成為 Robotaxi 港股。根據最新招股書，目前文苑之行業務佈局覆蓋11個國家、30個以上嘅城市，係全球唯一旗下產品擁有7個國家自動駕駛牌照嘅科技公司。同時，佢具備全球最大嘅 L4 無人駕駛車隊之一，擁有1500架以上無人駕駛車輛，其中700架以上為 Robotaxi。喺中東擁有除中美之外最大嘅 Robotaxi 車隊，同時都部署喺 Uber、TXAI 等平台上。又喺阿拉伯阿布扎比嘅 Robotaxi 更會朝住純無人化過渡。文苑之行已經喺2024年10月25日喺納斯達克上市，成為全球通用自動駕駛 Robotaxi 股之一。喺營收方面，根據文苑之行2025年第二季度財報，第二季度公司營收1.27億元，按年增長60.8%。另外一個競爭對手，中國無人駕駛龍頭企業小馬智行，同樣正式通過港交所聆訊，即將踏入港股市場。小馬智行招股書顯示，公司2022年至2024年營收規模持續擴大，2025年上半年增速尤為明顯。尤其係 Robotaxi 業務收入喺2025年上半年達325.6萬美元。小馬智行亦都於喺2024年11月喺納斯達克完成上市，成為另一個全球 Robotaxi 股。小馬智行同汽車生產商 Stellantis 達成合作協議，共同為歐洲市場開發 L4 級自動駕駛汽車，以推動歐洲 Robotaxi 發展。雙方初期將會以輕型商用車 LCV 為主，未來數月內於盧森堡部署標誌 Peugeot e-Traveller 車型測試，並計劃出年開始喺歐洲廣泛推廣。Stellantis 無人駕駛就緒平台專為 L4 級無人駕駛能力而設計，呢一個保期喺無人駕駛操作下符合最高安全性同可靠性標準。結合小馬智行嘅無人駕駛技術，將協助開發新一代智能永續交通出行解決方案。國內 Robotaxi 業務發展來勢洶洶，加埋出年網約車正式投入服務，相信未來對香港傳統的士業有着重大嘅挑戰。我哋香港的士交易所會密切留意 Robotaxi 同埋網約車呢兩大戰場嘅最新消息，一有最新消息會同大家分析同報道。唔知你對以上嘅內容又有啲咩睇法？歡迎留言。如果想了解更多最新嘅的士牌資訊，歡迎下載我哋嘅 FHKTEX 一站式的士買賣租賃平台，密切留意我哋香港的士交易所。我哋下集見。